大家好，歡迎翻嚟咧，唔係心理成醫生 YouTube Channel。我身邊呢一位咧就係精神科專科醫生張正平醫生啦。大家好，而我身邊呢位咧就係臨床心理學家梁仲銘博士啦。上一集咧，我哋就提及到失眠嘅原因同埋症狀啦。咁其實失眠對我哋嘅身體咧有一啲咩影響嘅咧？睡眠剝奪咗對人體嘅影響，其實一直咧對學者之間最熱門嘅研究題目之一嚟㗎。講個小知識俾你哋聽啊！嗱，其實喺1964年咧，當時17歲嘅蘭迪加德勒參加咗一個比詳盡記錄嘅大學實驗，成功保持咗清醒長達11日24分鐘添啊！即係話264.4個鐘頭，仲打破埋當時人類唔瞓覺嘅時間最長嘅紀錄。報告顯示，監測佢嘅健康狀況嘅研究員反映出咗加德勒出現咗嚴重嘅認知同埋行為嘅變化，包括喜怒無常啦、注意力同集中力都會有影響，而佢嘅記憶都出現啲嘅問題，有啲偏執嘅情況，或者甚至乎係幻覺。去到第11日啦，當佢需要係從100開始反覆減去7嘅時候，佢減到65啊，已經被問點解會停咗喺度，佢當時就答已經唔記得咗自己度做緊啲乜嘢。而同時亦都有研究員反映喺實驗嘅第10日，其實加德勒仲可以喺彈球遊戲入面擊敗自己，間接反映咗極端嘅睡眠剝奪並冇對加德勒嘅體能或者反應構成太大嘅影響，但係對佢嘅認知同行為就會有影響啦。當然啦，頭先所講嘅係啲極端嘅例子，不過其實長期唔瞓覺都會對我哋身體帶嚟好多嘅影響㗎，而且都係可大可小嘅添。喺生理層面上面我哋可能經歷一啲體溫調節能力嘅下降，免疫力會變得差咗啦，血壓會上升，血糖都難以控制，消化系統功能都會變差，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風險亦都會提高㗎。而喺心理層面方面，抑鬱症啦、焦慮症啦呢啲症狀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而最後喺生活層面方面，工作、學習同埋社交都會受到一啲嘅影響，增加發生意外嘅風險。咁 Dennis 啊，其實精神科醫生會點樣去醫失眠㗎？喺我哋嘅層面咧，首先我哋會了解一下個病人到底發生咗啲咩事嘅，佢有冇出現一啲咩生活上面嘅困擾啊，或者佢失眠背後係一啲咩原因咁樣啦。我哋會分清楚，佢係原發性嘅失眠，定係佢有一個繼發性嘅失眠咁樣。然之後咧，我哋就針對翻佢失眠嗰個成因咧，就係作出一啲處理嘅。譬如如果佢因為一啲抑鬱或者一啲焦慮嘅問題而搞到佢失眠，咁當然我哋要處理嘅就係佢嗰啲即係情緒嘅問題啦。咁又譬如如果佢有啲其他身體嘅問題導致佢失眠，咁嗰啲我哋都睇下需唔需要其他嘅轉介其他醫生去幫佢手啦。但係如果係原發性嘅失眠，當然啦，我哋除咗即係用藥物以外，亦都可能會有一啲輔導教翻佢呢啲方法去處理翻佢哋失眠嗰個問題嘅。咁阿明啊，喺心理嘅層面，我哋又可以點樣幫啲病人嘅呢？唔知大家有冇聽過睡眠衛生或者 sleep hygiene 呢個名詞呢？頭先我哋有提及導致失眠嘅原因其實有好多嘅，其中一啲就同我哋嘅環境同埋習慣都好有關係。而養成咗良好嘅睡眠衛生就可以解決到呢一啲失眠相關嘅問題啦。咁乜嘢叫做良好嘅睡眠衛生呢？其實就係指我哋每一晚都處於一個最佳嘅睡眠狀態，嘗試去優化你嘅睡眠時間表。喺瞓覺之前有啲嘅常規同埋日常嘅作息，咁樣可以令到睡眠更加優質，而且變得更加自動化嘅。而喺環境方面我哋都需要配合嘅噃。譬如將我哋張床同埋睡房變咗一個好神聖嘅地方，瞓覺嘅環境一定要舒適，我哋先可以容易啲入睡同埋保持睡眠。譬如我哋可以揀翻一啲啱自己用嘅枕具，可能係床褥啊、枕頭啊、床單啊、床鋪等等，佢哋嘅軟硬度、承托度都要適中，符合翻我哋自己嘅需要。另外，瞓覺嘅時候都要保持翻睡房入面嘅光線係暗淡、寧靜，而個室溫亦都係要適中，空氣流通都好重要嘅。仲有一樣，其實大家都好容易忽略咗，好多時候我哋都好有機會喺床上面做嘅嘢，譬如就係睇書啊、煲劇啊、玩手機。其實呢啲嘅習慣都係有違一個良好嘅睡眠衛生嘅準則㗎。因為當我哋潛意識將睡房或者床呢個地方同睡眠建立咗一啲嘅聯繫，除咗睡眠同埋性行為之外，我哋就應該避免喺床上面進行其他嘅活動。
頭先所講嘅策略聽落好似好簡單咁，但係咧培養每一個習慣其實都需要好多嘅堅持，同埋好需要去俾力去實行㗎。因為我哋明白其實咧係真係有啲難度㗎。咁所以呢個情況，我哋就可以利用睡眠日記去幫我哋記錄低我哋睡眠嘅習慣，譬如幾多點瞓覺，中途又醒咗幾多次，當日嘅情緒變化、酒精、咖啡同埋藥物嘅攝取量等等。我哋可以嘗試用一啲表格同埋圖表形象化我哋瞓覺嘅習慣，咁樣咧都可以幫我哋評估到同埋了解到我哋嘅睡眠不良嘅可能嘅原因，從而咧改變我哋嘅瞓覺嘅質素。咁我都將睡眠日記咧介紹俾我身邊有失眠問題嘅朋友先。多謝大家收看，唔係心理成醫生，我哋下集再見啦。